宇宙嘅終極奧秘，三體問題竟然被一位科學家破解，顛覆你對天體物理嘅認知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今次我哋要破解嘅係一個宇宙級嘅謎團——三體問題。你可能會諗，三體問題係咪講緊嗰套 Netflix 熱播嘅科幻劇啊？套劇入面就係講述咗一個擁有3個太陽嘅星系，同埋喺呢個星系入面生存嘅外星人嘅故事。但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唔係科幻情節，而係真真正正嘅科學發現。由牛頓開始，科學家就一直嘗試解開三體問題，亦即係3個天體因為互相之間嘅引力而產生嘅複雜運動。2個天體嘅相遇，佢哋嘅軌跡係可以準確預測嘅，但係只要加多一個天體入去，成個系統就會變得極度混亂，完全冇規律可言。但係哥本哈根大學嘅一位科學家就發現，呢個三體混沌並唔係絕對嘅。佢利用超級電腦模擬咗數百萬次三體相遇，結果發現喺某啲特定嘅情況下，呢3個天體嘅運動竟然係有規律可循。佢指出，當3個天體相遇嘅時候，其中一個通常會被高速拋出系統，而剩低嘅2個就會形成一個穩定嘅雙星系統。呢個過程並唔係完全隨機嘅，而係受到3個天體嘅初始位置、速度同埋角度嘅影響。佢仲開發咗一套軟件，模擬咗各種唔同嘅三體相遇情況，結果發現喺模擬結果入面出現咗一啲好似規律島嶼咁嘅區域，意味住即使喺混亂嘅三體系統入面，都存在住一啲可以預測嘅規律。例如，當3個天體嘅質量差距比較大嘅時候，質量最細嗰個天體好大機會會被拋出系統。而當3個天體嘅初始位置形成一個特定嘅角度嘅時候，佢哋嘅運動軌跡就會變得更加規律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我哋要研究三體問題呢？泡泡可以話你知，佢同我哋息息相關。根據我嘅調查，三體問題嘅原理唔單止適用於天體，仲可以應用喺好多其他領域，例如天氣預測、金融市場分析等等。例如天氣系統嘅變化就好似3個天體互相影響咁，充滿咗複雜性和不確定性。但係如果我哋可以揾到天氣系統中嘅規律之島，就可以更加準確咁預測天氣變化。同樣地，金融市場嘅波動亦都受到眾多因素嘅影響，例如利率、匯率、投資者情緒等等。如果我哋可以揾到金融市場中嘅規律之島，就可以更加有效咁管理風險，提高投資回報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